大家平安。真欢喜今仔日伫遮受曾牧师的交代来和咱兄弟分享上帝的话。我相信伫昨拜六，咱逐个人拢真兴奋、真欢喜，因为台湾的百姓、台湾的人民用因的选票来选对的人，行对的路，要互台湾继续要行伫民主、自由、和平的路顶。愿上帝继续来祝福咱，也请咱原继续为台湾来祈祷。这是咱先做一个祈祷。听阮的天父，阮众兄弟姊妹，用心灵甲诚实来到你的施恩座前来敬拜你。愿圣神运行伫这个圣的所在，互阮伫遮思考分享你活命的话时，有圣神的光照，互阮无论是讲的，是听的，拢得到你话的更新，得到帮助。安尼，愿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先来和各位分享一个故事。有一位女士，伊坐飞机的时，伊就拍开摕伊的圣经，就拍开圣经来读。伫伊边仔一位男士，就问伊讲：“你敢有相信你所读的本册所讲的话？”这位女士心一下，伊讲：“我当然相信圣经内面所讲的。”然后这个男士就搁问伊讲：“你敢有信迄个讲互大只鱼食入去腹肚内面，搁活几日迄件代志？”伊讲：“我当然相信啊。虽然我毋知，毋过我有相信圣经所讲的。”这位男士佮甲伊讲：“敢有影有可能会伫鱼仔的腹肚活遐尼久？”这位女士心一下，甲伊回答讲：“我事实讲毋知影，毋过我将来若伫天堂的时，我见到伊，我会甲伊问这件代志。”这位男士佮讲，笑笑甲伊讲，伊若无伫遐咧。这位女士甲伊看，真慎重甲伊讲，安尼你着爱去问伊。这是一个笑话毋过圣经就是这表达圣经的一个真理的信仰，就是咱人有一日，咱将来转去到，就是咱这个活命的迄个结局的时，到底咱是要去天堂，也是要去另外一个所在？对着这位女士，伊有确信，伊会伫天堂，伫上帝的国度内面。毋过对这个无信的这个男士来讲，伊有可能去伫另外一个所在，照圣经所讲，迄个所在是黑暗无光的迄个无底的深坑。拄仔有迄长老
有为咱读今仔日咱所要看的这个约翰福音第3章，伫第3节甲第5节拢有提起上帝的国，第3章的15节甲16节以及36节，虽然咱今仔无读，但是伫遐有提起着永生。所以，什么是永生，也是上帝的国因的意思是差不多，是差不多相款。毋过呢，永生是咧，甲讲着强调咱个人的即个生命，迄个永远的生命。即个上帝国就是有即个永远的活命因活伫即个上帝掌权的国度内面，天堂呢，就是上帝所徛起的迄个所在。主耶稣就永生即个问题，伊有4遍，伫福音书内面有4遍，伊和无相的人有讨论着永生或者是上帝国的事。我相信咱每一位拢知影即个路加福音书所记载的好的撒玛利亚人的故事，这是有一位律法师，伊要来试探耶稣。伊问耶稣讲：“我着做啥物事，才会当承受永生？”主耶稣就是用举即个例，举即个撒玛利亚好的撒玛利亚人，即伊所做的即个例，来踢掉即位要试探耶稣的即位法利赛人。另外，伫马太福音、马可福音、甲路加福音，拢有记载。原来是咱大家拢真熟的一个故事，就是一个有钱的少年官，伊真敬虔，伊走来耶稣的头前跪落，问耶稣讲：“我着做啥物好事，才会当承受上帝的国，承受这个永生？”主耶稣甲伊讲：“你还阁欠一项，你变卖你所有的来救济送乡的人，然后你来跟对我。”这位少年官忧忧愁愁离开，因为伊做袂到，伊袂当疼人，亲像家己。另外，阁有一个故事，是记载伫马太福音甲马可福音伫遐就是伫圣殿的内面，有一位文士，伊有看到耶稣和撒都该人的辩论，伊真赞同耶稣所讲的。耶稣看这个文士真有智慧，就甲伊讲，就学了伊讲你离上帝国无远啊，虽然无远，但是嘛还袂当到。嘛，还袂当入去然后就是咱今仔日咱拄仔所读的这位这个圣经约翰福音第3章，耶稣和尼哥底母谈论上帝国的事。伫这4个 case 内面，主耶稣伫无常的时间、无常的地点，向无常的人来讨论、谈论这个永生或者是上帝国的事。我要请教兄弟，
对一件对这个4个 case 内面，是耶稣上大声含因谈论上帝国的事的。对这个 case。答对了有奖哦！我今仔有准备，我有准备迄个礼物。无要紧，那结束以后，我来当来甲我讲，我来为恁留掉咧。伫这4个 case 内面。遮拢是足优秀的，优秀的少年官，优秀的律法师，优秀的文士，啊个优秀的犹太人的大官。是安怎？耶稣甲因讲，恁要当入上帝的国，是安怎？因拢要来问耶稣，因得搁做啥物，才会当？入上帝的国，或者是才会当得到永生。这4个真优秀的人，因真有成就，也有真悬的这个社会的地位，甚至因有权有势，受人尊重。照咱一般社会标准来看，敢毋是即种的人才会当入上帝国嘛？是安怎？耶稣讲因袂当，因还阁欠一项是安怎？为什么原因？袂当入上帝国的人，敢毋是遮个什物税吏啦、娼妓啦、社会？真低贱的人、犯罪的人这性命破碎的人、食毒的人等等，因才袂当入去嘛。这是咱的标准，咱的看法。就咱拄仔所讲的这4个 case， 甲咱讲基督教。的基本的信仰，毋是伫咱所做的、所行的、所已经有的，佮加添什么？乃是讲，你得爱佮定头生，你得爱佮定心佮来。不管你偌好、偌优秀、偌有成就、偌有权的社会地位，你偌有你的道德有偌悬。这一切拢毋是咱会当入上帝国的迄个必要的条件。独一的条件就是你就要定头生。为什么？因为咱人拢犯了罪。拢无得到上帝的荣光。罗马书3章23节讲，人人都犯了罪，亏缺神的荣耀。以弗所书2章第1节讲，咱拢死伫过犯罪恶的当中，咱拢袂当达到上帝所要求的迄个100分的标准。少年真优秀的这个少年官来问耶稣跪落，我得做啥物好事，我才会当承受上帝的国？我得做啥物好事，才会当入，才会当得到永生？毋是你做偌济好事，因为你所做的迄个好的事，拢袂当达到上帝迄个100分，上帝迄个圣洁的标准。所以咱得爱搁定头，咱得爱搁定再来，
咱着爱个顶头生，咱着爱每一位，咱拢着爱对罪恶、对死亡、对律法的控告的当中来受拯救，就是咱着爱互圣神来顶头生，才会当照上帝的旨意去做好的事。顶头生这字伫圣经第一遍出现，就是伫这个约翰福音3章拄啊咱所读的3节甲第5节。约翰福音第3章，通讲是咱信仰基督徒，咱基督教信仰的迄个核心。特别3章16节，我相信咱在座的兄弟姊妹拢会当背，会当个倒背如流，免客气，这一定拢 pass 的，将来拢会当伫上帝遐去领迄个奖品。咱今仔日就是我所准备，咱要来思考的是第3章为第1节到第8节，我会分这个因伫这8节当中分3段咱来思考上帝的话。伫第1节到第3节讲，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个人每时来见耶稣讲：“列比，原知你是对上帝遐来做老师的，因为若不是上帝，若不是上帝和你指地，就无人会当行你所行的这新约。”耶稣因伊讲：“我实实甲你讲，人若无顶头生，就袂当看见上帝的国。”大先，咱来思考尼哥底母这个人，伊是法利赛人，表示安怎？伊是一个真敬虔、真切实、真严格咧遵守律法诫命的人。伊是犹太人的官，表示伊是犹太公会70个议员之一，就是敢若 senator 相款。伊有权有势，有尊贵的社会地位。尼哥底母伊是一个有会所的人。因为第4节讲人老哪会当个等于老母的腹肚个生出来呢？表示伊年纪已经有较大表示伊有真丰富的迄个人生的经历的人。伊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表示伊有真饱的迄个学问。是真有学问，伊对圣经的知识是真丰富，因为伊是以色列人的老师。伊称呼这个少年的耶稣，伊讲列比。伊称呼这个少年，这30岁的耶稣，伊讲。伊称呼伊讲老师，表示安怎？伊是一个毋是安尼足丧世，伊安尼足是大官，就足丧世迄种。伊是一个会使讲原来是谦卑的一个人伊。和耶稣的对话的当中，咱会当看出，伊原来是一个就是很坦诚的一个人。
然后咱来思考啊，尼哥底母伊来见耶稣，伊的动机是啥物？首先，咱就要来了解耶稣哦，迄阵的耶路撒冷的迄个背景，迄阵是时间是西元27年的春天。咱知耶稣是伫西元27年的一开始，伊开始出来传道的。照约翰福音书的记载，伊有伫伊的故乡拿撒勒的西北边的迄个迦纳的所在，因为伊去参加去食喜酒，遐酒都拢啉完啊，所以伊有伫遐行一个新约，就是互水变做酒。然后，伊就慢慢为加利利、为北边安尼向南行，来到耶路撒冷。春天是啥物时阵？就是半过节，就是逾越节。犹太人因差不多伫即个过节的时，拢要来耶路撒冷来过节。伫迄种的气氛的下面，伊入圣殿。约翰福音第2章讲，伊伫圣殿安怎？伊洁净圣殿，伊扫倒遐咧买卖牛羊帮迄个啥物婚教也是咧互人换钱的遐生理人，因的担拢甲伊扫倒。伊讲，恁甲上帝的殿当作贼仔收就是因伫遐为非作歹所以。伊伫遐不但洁净圣殿了，伊原来有行一寡新约。所以呢，耶稣伫迄个时阵是人真注意伫遐咧议论纷纷咧问咧思考，即个是啥物种的人？即是尼哥底母，即个犹太人的大官。伊选择伫一个有透风的暗暝来见耶稣。为什么咱讲有透风？因为伫第8节讲，主耶稣讲外面你有听到风的响声，所以迄日暝一定是有透风。伊阁是伫一个暗暝来见耶稣。伊来见耶稣的时阵，伊讲Shalom Rabbi Shalom， 就是老师。平安。伊阁讲，阮已经看到你所行的济的神迹，就知影一定有上帝甲你同在。因为若无有上帝甲你同在，你不可能行遮奇妙的神迹。伫即句见面的话，尼哥底母讲阮，伊毋是讲我伊讲阮知，这是毋是表示包括伊在内有一群的人，特别伊是犹太人的大官，伊是犹太公会70个议员之一，是毋是因有一个 group， 因遮的人？要来就近耶稣，要来听，也是要来观察，是毋是有可能双方会当合作？伊来的动机并无单纯，毋过这个少年的劣比耶稣，伊要照伊的话。顺伊的话，伊就去讲，伊反倒转讲一句互尼哥底母这个老大人真戆雅的代志。耶稣因讲，人若无顶头生，就袂当应上帝国。耶稣的意思
就是讲，咱用较白啦，吼，足白，吼，诶，迄个话来翻译来讲，是毋是讲老先生，你不用浪费时间了。我知影恁心内所拍算的，但是我袂将我交托给恁。你爱思考的是入上帝国的事。为什么？为什么耶稣来引伊来讲，要回答这个问题，咱就爱来看约翰福音第2章23节甲24节遐所讲的。23节讲，有侪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业，就信了伊的名。耶稣却无将伊家己交托给因，因为伊知人的心，万人的心咧想啥物。咱若照这句话，搁来对照第1章12节底下所讲的，也讲，伊若接待耶稣的，就是信耶稣名的人啊，就依着收属因官兵，要做官兵，要会当做上帝的囝儿。为什么第2章23节却讲才看见耶稣所行神业，就信了伊名的人，耶稣却无要将伊来交托给因。交托这字伫英文entrust 就是信的意思。换一句话来讲，伫1章12节遐所讲的，因才接受耶稣的名，佮信耶稣的名的人，因知影因所信的耶稣是啥物人。那咱照这个1章12节，迄是接待耶稣的人，接待，这字就是讲该接落来，诚做伊家己的。所以接待耶稣、信耶稣名的人，就是接待耶稣，伊知影讲因所信的耶稣是啥物。毋过第2章23节，这嘛是看见耶稣所行神业，就信耶稣的人。为什么主耶稣讲伊袂将伊交托给因？这个原因就是在看到耶稣所行神业，就信伊的人，因照因家己所要爱的迄个耶稣的行来就是照因所爱来接受这个耶稣。主耶稣伫约翰福音第6章遐，伊用5块饼、2尾鱼饲饱，互5000个人食饱。然后这人耶稣若去到底，就约到底。耶稣若为去到伯赛大，因赶紧，因比伊搁较早，因就约去到伯赛大。耶稣甲因讲：恁来对我，是因为恁的腹肚食饱。因是照因所爱、因所想象的、所要接受的迄种的形象来接纳、来接受耶稣，诚做因个人要达到因所要爱的迄个目的。那安尼来讲，耶稣伊知影尼哥底母
心内咧想啥？单单那就尼哥底母，伊伫犹太人诶一个宗教甲政治遐尼请赢诶地位诶人，伊会使讲，伊可能代表一群人来就近耶稣，来亲近耶稣。是毋是双方有可能互相来合作，达到政治上的迄个计谋，达到因所要爱的迄个目的。当然，尼哥底母伊来见耶稣，原来有伊个人的期待，伊肯定耶稣讲。伊知耶稣是对上帝遐来，毋过伊并无对耶稣的人物并无完全。伊所认物的耶稣是上帝找来要做以色列人的先生的，伊的人物是伫遮。也就是讲，尼哥底母所期待耶稣会当来帮助伊、教导伊，互伊更较会当顺利来安怎做，来进入上帝的国。毋过，尼哥底母想袂到的，耶稣并毋是照尼哥底母所期待的迄个教示来教示伊安怎做，伊反倒转真直接讲一句互尼哥底母非常戇硬的话。即句话对已经有会所，佫是犹太人的迄个大官，佫是做犹太人的即个老师的来讲，是互伊无面子，完全是互伊无面子。伫尼哥底母面前的即位少年的rab比耶稣，竟然讲伊连上帝国都看袂到，这敢毋是晓定即位一生持守拍拼、认真守上帝的诫命613条呢？因爱遵守的呢，是毋是晓定伊所一生的努力用安怎泡空了？对尼哥底母来讲，耶稣讲顶头生伊连听过嘛毋捌听过，何况佮讲着爱要个伫伊的观念内面，着个入去老母的目肚，个顶头生。事实上，对每一个人来讲，嘛是无可能的。咱人的出世，毋是咱会当决定的，咱是为父母甲咱出世，甲咱生出来。一个人哪有可能？佮入去老母的目肚底，佮出世一遍。耶稣当然知影这个道理，所以继续讲：我实实甲你讲，人若毋是对水甲对圣神来顶头生，就袂当入上帝的国。耶稣并毋是毋知影，这位老先生，这位犹太人的大官，这位做犹太人的老师。伊捌圣经，伊真正真捌，总是伊毋知影顶头生是啥物。耶稣讲，为肉身肉体生的，犹原是肉体；为灵生的，才是灵。到底？什么是对水、对灵来生？耶稣的意思，
顶头生就是圣神的工作。耶稣并不是叫尼哥底母你家己搁去顶头生。耶稣所要教示的是，说使一个人若无经过圣神，互伊顶头生，就袂当进上帝国，就袂当入上帝国。那总讲人，总讲会当搁入去老母的腹肚，搁顶头生一遍，有缘嘛是肉体来出世，肉体甲灵本质完全无相。这是耶稣伊伫3章第6节伊所表达的。尼哥底母所期待是这位为上帝册来的这个真少年的先生，会当指示伊要安怎做，才通互伊会当搁较修撰这613条所要求的迄个律法甲诫命。但是，这个问题嘛是整个犹太人因所面对的难题。伫咱拄仔所提起其他的3个 case 内面，律法师、文士，个有钱的少年官，因拢共同面对的这个问题。伫因传统的观念就是，因着爱做啥物，做啥物好事，才会当入上帝的国。毋过耶稣伫遮所强调的，毋是你需要做啥物，是上帝要替你做啥物，要替你成就啥物，才会当互你入上帝的国。这是完全无相的这个讲法。接续伫3章的第7节到第8节主要说伊讲，恁的确着顶头生，你毋通掠做奇怪。风出伫家己的意思咧吹，你听见风的声，却毋知影伊对倒来，要对倒落去。既然对上帝生也是安尼。伫这2节的圣经，耶稣真清楚教示咱，顶头生是进入上帝国必要的条件。第7节，伊强调顶头生的必要性；伫第8节，强调顶头生是一个奥秘。耶稣用风来比喻这个圣神。事实，伫希腊的原文，pneuma 这字是代表啥？风代表灵，代表气息，拢是同一字。风出伫家己的意思吹，用来形容顶头生，是照着圣神的意思。听到风的声，用来形容顶头生，是咱目睭看袂到，咱有感觉有风咧吹，但是咱看袂到，无形的。风对倒来，对倒落来，要对倒落去，用来形容顶头生是一个奥秘，咱学得了解，毋过你会当体会，你会当感觉到。最后，我要和大家来思考顶头生的定义，伫神学顶悬伊所要表达的迄个
顶头生的意思，甲咱安怎才会当得到顶头生，以及顶头生是一万年久，是瞬间发生的，还是有一个过程？这是拢咱常常会拄到的问题。顶头生的定义就是照字面来讲，就是搁出世一遍 ，born again, regenerate， 或者是 born from above， 这拢是原文包含的一个意义。因为对圣神生表示安怎是为顶头来。换一句话来讲，顶头生毋是人搁入去老母的腹肚，搁来出世一遍。伫神学上关于顶头生的意义，我要向各位来介绍有两个真杰出的神学家因对 born again 所落的迄个定义。R.C. Sproul， 我相信咱有真侪人拢有读过伊的著作。伊是一个Reform 的theologist， 伊是改革宗的一个神学家，伊也是一个牧师，一个教授。伊讲，伊伫2017年伫6年前，伊才过身的。伊讲顶头生，简单讲，就是上帝灵伫灵性死亡的人身上所成就的工作。另外一位是 B.B. Warfield， 伊是20世纪初期的，原来是 Reform 的迄个神学家，伊是 Princeton 神学院的教授，真杰出的神学家。伊讲顶头生就是上帝的灵伫人的灵所做的一种彻底佮完全的改变，互咱正做新造的人乃是照着上帝的形象佮甲咱的一个再造，有真理，有仁义，有圣洁。安尼，咱要来思考。什么是灵性的死亡？所谓灵性的死亡，就是人的灵和上帝的灵隔绝，袂相通。为什么人的灵和上帝的灵隔绝袂通呢？因为起初上帝造人的时，伊将伊的灵，就是伊的气，分入伫人的内面，互人成做有灵的活人。毋过，伊迄阵原来有吩咐人毋通去食伊甸园内面迄个善恶树的迄个果子。伊讲你若去食，你的迄日你就是死。人违背伊的命令去食，致死死。这个死是灵性的死。自迄时，亚当夏娃互赶出伊甸园，伊的灵，人的灵和上帝的灵隔绝，袂当相通。安尼为什么人和上帝、人的灵和上帝的灵隔绝袂通，就是死呢？咱敢毋是拢活伫拢要好好的？亚当互赶出伊甸园，敢是要伊嘛活到几岁呢？
所以，咧讲起人的灵和上帝的灵隔绝就是死，就是咧讲，因为迄个上帝是人生命的源头。当人甲生命的源头会隔绝袂通，就是人都是陷入伫一个灵性死亡的状态。亲像若无电，电火袂光。昨麦克林阮兜阮遐有失电1点外钟，你开啥物拢无法度，拢袂光，无电源啊！人若失去和即个活命的源头隔绝的时，就是你的人，你伫死亡的迄个中间。过来，咱来想，要安怎互咱顶头生？就今仔日咱所看的迄个圣经以西结书第36章为25节到27节，上帝伊伫遐有应允，伊讲伊要用清水来洗清咱一切的垃圾污秽。伊讲伊要用一个新的迄个心，迄个肉心来换掉咱人迄个心内迄个变硬的迄个石头心，互咱会当和伊的灵搁再相通。这是伊会当做。各位，上帝拢甲咱做换心的手术啊！咱会当顶头生，是伊的作为，虽然是奥秘，总是你家己知，你真清楚，你家己知，你有顶头生无？伫新约安怎讲？新约拄啊，咱所读的圣经伫遐讲起，你着爱对水甲圣神来顶头生。圣神要顶头生咱。伫约翰福音第1章12节到13节，特别13节讲，上帝要生咱，咱是对上帝生，毋是为人的意思，毋是为血气，毋是为情欲生。上帝顶头生咱，其他伫哥林多前书4章15节。保罗伊讲，恁学习咧学习基督的，恁的师傅啦，恁的师傅有1万人啦，但是生你的只有一个。伫耶稣基督内面，要用福音来生人。伫雅各书1章18节。伫遐讲，上帝要照着伊的旨意，用真道来生咱。伫彼得前书第1章23节，伫遐讲，顶头生毋是对伫迄个会坏的种子，乃是对伫袂坏的种子，就是照着上帝活泼永活的道，就是上帝的话。上帝要顶头生咱。迄是圣神，迄是上帝顶头生咱的一个用迄种的迄个方法。伊要用伊的话，不断伫遐咧洁净咱，不断伫遐咧更新咱，互咱到顶头生。安尼，顶头生到底是伫1万年久，伫瞬间发生的，或者是经过一段的迄个过程，
真侪人掠准讲顶头生是瞬间，就是伫1万年久所发生的，其实毋是。咱人会出世，咱伫老母的腹肚内9个月，到足月的时才生出来。迄个有一个过程，顶头生也是安尼，有一个过程。上帝用伊的刀不断伫遐咧，甲咱洗清，咧甲咱改造，咧甲咱更新，互咱一日到你讲我重生啦，到你晓我，就是你顶头生，你家己体认真正迄日，敢若是人会出世。为老母的腹肚内出世，迄日讲我的生日，安尼相款。事实从顶头生有一个过程。我想咱各位原来有咧思考，安尼讲遮济，到底年糕地母有顶头生无？这是我的问题，恁去想，会使甲我讲，我哪有奖品？结论来讲，耶稣毋是上帝差派来要做以色列人，要做人类，要做人的老师的，毋是，伊是要来为咱。成就咱人做袂到的，然后互咱来信伊，来得到救。是伊要为咱备办好势。约翰福音20章33到31节讲，耶稣伫门徒的面前，另外佫行真侪神迹，无记伫约翰福音内面，但是记。已经伊有所行记载伫即个福音书内面的这神迹，是要互恁信耶稣是啥？是基督，是上帝的囝，并且互恁因为信伊，就会当因为伊的名来得到生命。各位，你敢有顶头生？伫顶礼拜。院士长老有问咱军队耶稣的态度是啥物？咱军队耶稣的动机是啥物？伫2023年12月31最后迄日迄个主日，牧师有问咱敢还会记哩？伊问咱啥？伊结论的是，伊问咱讲：你有永生的锁匙无？各位，这拢真重要。我盼望咱将来拢伫天堂，伫遐咱会当，原来有迄个机会，若拄着用那的时，原来会当甲伊请教，伊怎样会当伫鱼仔的腹肚内面，搁活3日3暝？咱来祈祷。亲爱主，恳求你保守阮伫至圣的真道顶悬，互阮得到造就，搁伫圣神内面的祈祷，保守阮常常拢伫上帝的听内面仰望咱的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阿门。今日多
叫你名。